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高高講合法》，我係明珠，又到我教大家做料理嘅時間了。我來做乜嘅咧？我來做兩個客家經典料理，西文地肚嘅豬肚文鹹菜，按用色醬油搭對哦。兩個豬肚文鹹菜地肚有乜嘅經典重要的食材呢？來看到第一個就是這個鹹菜，哦，很香哦。鹹菜的意思就是酸菜啦。我們今天要學的一整句客家話呢，就是客家菜有很多酸菜料理。客家菜有咁多鹹菜料理，客家菜有咁多鹹菜料理。你喜歡吃怎麼樣的酸菜料理呢？接下來我們看第二個重要食材，就是這個噔噔豬肚，豬肚。意思就是豬肚，其實蠻像的。豬肚、豬肚、豬肚、豬肚，很好學，對不對？好，那到底這個鹹菜混豬肚到底要怎麼做呢？我們來試試看嘍。這個鹹菜不用弄起夠黑，不用再加其他的調味料了，因為它本身就有酸啊，有鹹分在裡面了。另外，大家拿出來之後，把它切絲，比較方便吃的那個形狀，稍微用清水把它過一下就 OK 了。接下來呢，我要把我們的豬肚放下去嘍。好，來，好，然後呢，我放一點點蔥段下去，我們就可以起鍋嘍。OK， 好，到底我們今天煮的這個豬肚文鹹菜好不好吃呢？我請3位朋友來幫我們試吃看看哦。好，可不可以請大家先幫我喝一口湯頭，好不好？酸菜湯應該還不錯喝吧？還不錯，蠻濃的。可以再喝看看，這都是那個媽媽在鄉下自己把它醃製而成的，所以對客家人來說啊，吃到這種味道就知道是回到家裡面了這樣子。謝謝你們。Hello， 各位朋友們，今天學的新單字你們都有記起來嗎？在這邊明珠帶大家一起來複習一遍哦。第一個看到的就是酸菜，鹹菜，鹹菜。第二個就是豬肚，豬肚，豬肚。第三個一起來學一整句話哦，看到的就是客家菜有很多酸菜料理，客家菜有咁多鹹菜料理，客家菜有咁多鹹菜料理。下一次你要動手一起來做做看哦，我們下次見了，拜拜。